今次咧，我哋一行人咧就去到烏龍府咧，一個糅合咗人類歷史同埋自然景觀嘅文化遺跡，喺2024年正式咁樣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。遺跡咧就喺布帕山脈入邊，主要咧就係由紅色砂岩構成嘅。咁經過數百年嘅侵蝕啦，咁形成咗咧好多奇怪嘅一個形狀，好似蘑菇形狀啊、屋啊咁樣等等。但係原來咧全部都係自然嘅，而唔係人工去製造。公元15至18世紀受到高棉文化嘅影響，喺石窟入邊都有好多咧佛像嘅雕塑。而人類嘅蹤跡咧，就大概可以追溯到2500至3000年前嘅史前時期。呢一個地方係世界上最大、最完整嘅陀羅缽地界石文化見證地之一。當地人呢，更加將呢個自然嘅景觀呢，糅合咗當地嘅民間傳說，就係烏薩公主同埋巴律王子一個淒美嘅愛情故事。咁而呢度每一個嘅遺跡咧，都係用故事嘅情節咧去命名，所以行嘅時候咧，好深深咁樣感受到咧當地嘅文化，同埋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嘅岩畫啦，多達咧54處咁多㗎。咁咧估計咧就會係大概3000年前啦，咁佢哋咧就係畫落嚟嘅。咁我哋嘅導遊咧就話啦，呢一個咧就係烏薩公主咧沖涼嘅地方，咁佢試下用個竹啦去度下啦，哇！原來係好深好深㗎。咁咧，當咧攞呢個竹上嚟嘅時候咧，呢一度咧估計咧大概咧足咧就係有4米咁深。希望咧大家咧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啦。如果嚟到烏龍府嘅話咧，大家不妨嚟到呢度參觀下。